我完全顺服你。我知道照你心意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与你同工，并亲自蒙受你的恩赐及智慧的洞察力、启示与引导。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忍耐及丰盛的慈爱永流贯穿，教导我们如何以你的爱的方式来爱人。在我们需要医治、拯救、改变、成长、补足，我恳求你
在我们的里面动工，帮助我们能够公义正直的活在主你的面前，将你的法则指教我们，使我们能顺服你的诫命，行你眼中所喜悦的事情。愿你的圣灵的荣美能够清楚地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赐予我们必备的技巧以及如何沟通教导哺育我们的孩子，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并真正的为这些孩子们的生命代求。主啊，我祷告求你今天将圣灵浇灌在所有的孩子们的身上，高抹他们，使他们成为你呼召他们去成为的人，完成你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拯救他们脱离魔鬼一切邪恶的诡计。主啊，谢谢你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完全明白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权柄，同时又保留有一颗顺服与谦卑的灵。愿圣灵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每天都在孩子们的心中增长。愿他们在你的里面找到自己的身份，看自己是你的器皿，并知道主你在他们里面是完全的。谢谢你，亲爱的救主。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得胜荣耀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这时候，我们用来回应上帝的爱，来一起来奉献。我们的奉献，祝福
报告下一代的事工。下一代是合堂，下一代是分堂，讲道者为刘阿春牧师。国语堂施礼者郭秋玉长老，华语堂施礼者曾明妹执事，施献者李金长、吴秀雄。招待者张正发、肖正基、王豪。阿妹堂现代赞美第一组，华语堂为耶利堂背景。以下请弟兄姐妹们参阅。看到背面，教会消息。我欢迎组内兄姐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这个主的大家庭的我，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姐姐，请各位弟兄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把麦克风递给那位。第二点，刘牧师本周行程10月27号离开市赴台湾神学院参与牧者灵性小组聚会，各位弟兄姐妹们为着牧师来代求，那加添接力，在各样的事工上面都可以荣耀神。请各位团契于10月底以前完成干部改选的事宜，也将新任同工的名单回报给干事。如果已经改选完毕的团契，请提前讨论明年度事工的计划，请跟团契注意。传道书第10章，请讲义已经印制完成。如果有需要的兄姐，请到招待处索取。肢体消息。第一点，黄金才弟兄于10月19号礼拜三因过世，恳请兄姐关心代祷，也求主安慰他们的遗嘱，好叫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靠主得胜，并靠主来去服侍神，好叫他们在往后的日子得主的荣耀，主的光照，使他们在各样的事上能够因主而得胜。礼拜2为告别礼拜，于早上8点半在教会集合，我们集合再出发。也请为在外地求学的青年们，以及要准备明年要升大学的，在外求学的青年有刘培林、曾龙、郑李香。及高三学生要升大一的刘主席、林安雅、曾温嘉玲、曾卡洛，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温嘉恩，不好意思，刚刚讲错了，温嘉恩，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来为这样的一个青年来祷告，好叫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各样的那个才能、各样的恩赐。来为主来做见证。好，我们这时候来一起念我们今天的金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我们再念一次。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终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当初主怎样领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今日主也带领我们如何度过人生的风浪。阿们。好。这时候为毕业典礼及107年下学期奖学金的报告。好，来，三看看，我马上都，你好，在台湾大家你做过的电力环境，Abang po kalau contoh no kakak cira atau cira, no hari ibadahnya ini ko sukai no dia cuma ko bawa kita, ini ko diri, ini ko diri, 好。就远超过天使。
妈及罗万福，好，先讲几句话，掌声鼓励一下。嗨，平安，大家老布拉娃娃过好，大家老，玛利亚，阿里那都说阿里的经呐，要真心爱主，撒不能人古法罗做，要谦卑，再谦卑在主的面前，好。好，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罗于仙。Sila jika Pak老师爸爸那里来。好，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们指在上面的这个圣经哦，恭请郭秋玉长老。好，这毕业生的礼物。再请长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弥陀罗弥达，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是主你所定的日子，那个我们的主路贤今天的服事，主，我相信你都一一的接纳。在这几天，他们的准备。老师的准备，校长的带领，主，我相信主你一一的都看见了。主，我相信你的天使天军围绕在我们的樟树教会的里里外外。主，我们相信主你一直都爱着我们樟树教会的每一个人。主，你不放过我们每一个人。主，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更好，还要再更好。主。帮助我们大人用谦卑、用单纯的心，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说把所有的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是的，主，我们要学像你的样式，能够温柔，能够谦卑，能够以单纯的心把所有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来献上感恩。主，我们把罗万福的女儿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她从小在主路协里长大。主，我相信在她父母的带领之下，不偏离主你的道，到长大仍然来跟随你。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罗以先是你属主的孩子，他的一生，他的所有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主，我们献上感恩。那来妈妈可能没说蛤蟆古娃娃吉罗一些，kami aku ama hama mama na kami hama ami krist wa ma te kaya lusu na na masina no tayo bisa punlay ko para sa yami kaya lusu masu nuwa ay ko para sa dunya ami krist wa wa te kaya lusu at hay ko jay kata tulong dunya mo ma ni ka uri lawa ma jay ka bisa wa kiso hama apa sibana ay kinitamanan kami anan halang 我们更深的知道 mafana ko kami hama sa kinili sonan mafana ko kami hama sa putar to para sa unian hama是主你的教导。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必须感恩耶稣。sa kapulungan kami tayo ko maalibayan tapang Kristo ni Tuhan. Amen。好，谢谢你。再请长老来做这个祝福的接纳握手。好，长老请到前面。